1999你好，我想用，请歡喜文藝服務。小姐你好，我屋下嘅我輩炒鹽，炒20分，已經炒到我鬼屋下人都冇法度睡冇咧，做得請你聽少飯鹽麼？當然冇問題，請問你用辦稱呼呢？我按到胖慢妹。胖小姐你好，請問係乜嘅用我嘅炒鹽呢？我屋下我輩東鋪路，你下已經3工半日咧，很多嘅工作。你係施工炒鹽，啱先讓你通報本番報橋汽車提取，先確認一下你嘅廚子係哪位呢？我屋下嘅廚子係香學街6巷8號。香學街6巷8號。係。好，胖小姐，當你核對一下，你發現香學街6巷8號有鋪路嘅工作炒鹽，希望番報橋兩片去做汽車。錯啊，什麼意？幫問一下聯絡電話，你方便幫我麼？02 2345 6789。02 2345 6789。請問處理過後，需要汽車提取人員打電話，也係發簡訊回你麼？好，就麻煩打電話回我。好哦，兩片啱時讓你處理。最後請問胖小姐，需要記錄案件編號麼？唔是，冇相干。已經為你完成通報。請問還有其他事情業務做得為你服務麼？目前處理炒鹽嘅問題，麻煩你咧。好，冇問題，希望你打電話來，講來了。